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要分享的是感恩的时刻。我们要读路得记第2章1到16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要常常喜乐，常常祷告，在任何环境中都要感谢，这是上帝为你们这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美国某一个城市有一位史蒂文斯先生，有一天呢，他突然失业了。他是一个程式员，在软体公司做了8年，他一直以为将在这里做到退休，然后拿着优厚的退休金颐养天年。然而，公司却突然倒闭了。史蒂文斯的第3个儿子刚刚出生，他要再找一份新的工作，迫在眉睫。但是呢，1个月过去了，他没有找到工作。他除了写程式，他没有其他的专长。终于他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体公司要招聘写程式的程式员，待遇还不错所以他就拿着履历，满怀希望来赶到这个公司。当他到了这个公司，应聘的人数超乎想象，很明显竞争将会非常激烈。经过简单的交谈，公司通知他1个星期后参加笔试。凭着坚实的专业知识，笔试中他轻松过关。2天后的面试，他对自己8年的工作经验无比自信。他很坚信说面试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然而，这个主考官问题是关于软体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而这些问题他竟然从未认真来思考过，因此他被告知应聘失败了。史蒂文斯他觉得公司对软体业的理解令他耳目一新，所以呢，虽然他应聘失败，可是他觉得他收获不少，所以他有必要写信给这个间公司来表达他的感谢。于是他就拿起笔来写一封信。他写到说，贵公司花费人力物力为我提供了笔试面试的机会，虽然落榜，但通过应聘的过程使我长大见识，获益匪浅。感谢你们为我所付出的劳动，谢谢。我们看到这一封与众不同的信，落聘的人没有不满，毫无怨言，竟然还给公司写来一封感谢信真是前所未有听过的。然而这封信被陈神上帝最后送到总裁的办公室，总裁看了信后一言不发，把它锁进抽屉。在3个月过后，新年来临，史蒂文斯先生他收到一张精美的新年贺卡，上面写着
尊敬的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们共度新年。贺卡是他上次应聘的公司寄来的。原来公司出现空缺，他们想到了品德高尚的史蒂文斯。这家公司是美国前10大企业，闻名世界。10几年后，史蒂文斯先生凭着出色的业绩，一直做到了副总裁。人说要常怀感恩的心，基督徒常常说感谢主。但如果我们没有对摆在我们生活环境中的一切人事物有着充满感谢的心情的话，那么我们的感谢就是虚空的。今天我们看到经文中，拿俄米还有路德，特别是路德，他在出门要捡拾这个麦穗的时候，他说：“我在谁的眼中蒙恩，就跟在谁的身后捡掉落的麦穗。”第一次出门，不知会遇到什么情况，但是路德心存感恩与盼望。我若在谁眼中蒙恩，我就跟随谁。当波阿斯对路德这外邦人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到别人田里去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紧跟着我的女仆们。”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称呼。这句话说明在波阿斯的心中，路德他不再把这个摩押女子路德当作是外邦女子。你看，她是神的百姓，是神家里的人。难道波阿斯他不知道在申命记23章3节那里说，亚扪人或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10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这么清楚的命令吗？他难道忘记吗？或者是不清楚吗？波阿斯是凭什么敢称呼他女儿啊？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那就是一个人真的想成为上帝家里的人，靠的不是血统族类，乃是靠着你的信心。波阿斯因为看见了路德的信心，离开他的本族本家，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成了上帝的孩子。你知道吗？不但波阿斯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拿俄米他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到第2章的22节那里，拿俄米也叫路德女儿啊，这正是罗马书所告诉我们的。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罗马书2章28节。圣经也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权。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在约翰福音的第1章12到13节，这个一个女儿的称呼表明了完全的接纳。你知道这是多大的安慰？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神也能够称我们孩子啊，因为神接纳我们。再看波阿斯对路德说了什么呢？他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在当时那个充满了邪恶的时代，一个年轻的妇女在外
来拾税本身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随时都可能受到别人的欺负。如果弟兄姐妹你读过士师记，就知道当时的时代混乱与可怕是难以想象的。波阿斯提供给落难的路得足够的资源及安全的环境，路得他受到尊重、认同，并且被接纳。路得蒙受超越律法给予的极大恩典，所以他心存极大的感恩。他向波阿斯叩拜，此时并不知道波阿斯与他的关系，也不知道波阿斯为何要对他这么好。不过波阿斯对他的恩待应该是让他非常感激的。路得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不配领受主恩典的外邦人，是在上帝诸约之外的，竟然可以被祝福。你来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得到报偿。这是波阿斯对他的祝福。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邀请我们进入到他所预备的丰盛宴席中，一同坐席。如同波阿斯对路得说：“你渴了，就到水罐那里喝他们打来的水。”吃了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得说：“来，吃一点麦饼，沾着醋吃。我们这原本不配得恩典的人，竟然被主邀请，可与他一同坐席。”我们要感谢主的恩典。弟兄姐妹，你是否预备好以感恩的心接受邀请呢？你是否用感恩的心进入到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丰盛救恩里呢？我们来默想路得对波阿斯的恩待，以叩拜来回应。你对于上帝为你所预备的一切，你准备如何来回应他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丰富的救恩，因为天父已经在你里面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赏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来感谢你。在我们面对人生的困境无路可走的时候，你在十字架上牺牲，流出宝血，为我们开启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并拣选我们能够成为蒙恩的儿女。希望我们一生都能够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喽。